鰂魚涌事關近日 K11 乘 RTM 舉辦咗沉浸式嘅展覽，喺呢度大家可以感受住聽覺、視覺、嗅覺嘅享受，以全新嘅方式感受住大自然嘅威力。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，咁就要快啲去片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頭文山，歡迎收睇山係咁行。咁今日咧，我咧就唔係帶大家去行山啦，而係帶大家咧去藝術館啊。事關咧位於鰂魚涌呢度咧 K11 乘 RTM 咧，最近咧就搞咗一個咧沉浸式嘅展覽啊。究竟有幾沉浸咧？一於跟我嚟啊 ！Let's go！ 韓國最大型沉浸式數碼藝術博物館 RTM 喺10月7號登陸香港，成為全球首個海外嘅展覽。由知名數碼創意設計公司 District 打造，帶領觀眾以全新嘅方式感受大自然嘅威力。展覽位於英皇道728號2樓 K11 HACC， 而我事前已經預先喺 K11 App 預訂門票。由於我哋係假日到場，所以價錢呢就係148蚊一位。至於平日嘅成人票就係128蚊一位啦。我哋係11點鐘到埗嘅，現場已經有唔少人排隊啦，而職員亦都預先幫買咗飛嘅朋友掃 QR code。呢個展覽以超越時空的永恆自然為主題，透過多媒體藝術重新演繹自然美。觀眾係喺4個悉心打造嘅空間遊走，沉浸喺海浪同埋繁花之中，探索叢林同埋沙灘嘅神秘奇觀。場內亦都彌漫住經過特別調製嘅香氣，令你彷如置身喺大自然之中。咁我而家咧就已經入到嚟啦。咁其實一入到嚟咧，其實係一個繁花嘅感覺啦。咁其實有好多花瓣咁樣飄落嚟啦。咁同埋都有啲香味喎。咁同埋今日係第2日啦，都幾多人，所以我都係慢慢咁樣靜心欣賞，打下卡先。呢個區域以花為主題，除咗可以見到山茶花，亦都可以見到油麥花。仲有獨立花嘅幻變效果，而你亦都可以喺繁花之下演奏一曲。不時咁樣轉換唔同嘅佈景啦。咁而家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咧就去第2個嘅一個區域啦。咁佢咧就有熱帶同埋熒光。好，我哋入去啦。嚟到森林主題，好有亞熱帶嘅感覺。周不時都會有動物喺你身邊走過，而佢仲會幻變成保護色潛入佈景之中，充滿生命力。轉咗啦，轉咗佈景啦，而家變咗一個叢林。咁但係側邊咧，其實咧都有啲鏡嘅，咁所以咧要小心啲，唔好撞到啲鏡啦，因為個環境上都比較黑啲。咁佢都有啲森林嘅音樂。又見到動物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好快咧就去第3個 column 啦，就係咧海浪啦。咁咧呢度咧巨浪捲起千堆雪，超巨型海浪令你彷如置身喺大海旁邊。聽住海浪聲，感受住大海頑強嘅生命力。因為我捲起啲浪。而家我哋咧就去 beach， 就係沙灘。咁呢度咧，其實咧就真係好似咧有啲海浪湧緊過嚟咁樣，咁好多人咧都好似坐咗喺度啦。後面嘅 background 係極光。最後嚟到沙灘，陣陣嘅海浪聲洗滌住你嘅心靈，而後方亦都呈現住唔同北極光嘅景象，令你好似置身喺冰島咁。
睇完啱啱嘅展覽啦，咁其實咧就大約咧慢行嘅話咧就 around 1個鐘啦，因為其實佢有4個區域啦，咁其實需要嘅時間咧都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啫。咁其實今日咧就係呢個展覽開嘅第2日啦，咁所以咧其實11點鐘咧已經有好多人喺裏面啦，都已經係喺度打緊卡㗎啦。不過我覺得咧其實自己咧就從來都未試過睇過呢類型嘅展覽嘅，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個咧視覺啦同埋嗅覺啦聽覺嘅一個享受啦，因為咧好似咧融入咗大自然咁，但係亦都咧聽到一啲咧好似大自然嘅聲音啦。咁我自己咧其實最中意咧就係有一個咧極光啦，有個咧海洋沙灘啦，因為咧佢個地咧真係咧好似有啲海水咧喺度飄上嚟咁樣樣，咁我覺得都幾象真嘅。另外咧，我覺得咧森林咧都幾特別嘅，因為咧佢會有突然之間咧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咧走出嚟啦，然後咧就會變成一個保護色咁樣啦。咁佢個幻變嘅效果咧，我覺得都幾正嘅。咁我自己咧都推介大家咧嚟呢度啦。咁其實個價錢咧都唔算話好貴啦，大約148蚊咧就係假日咧就可以有一張門票啦。咁但係咧建議大家啦，咁嚟到嘅時候咧就記得啦喺 K11嘅 app 咧就去預訂門票啦，或者咧去 Klook 咧去預訂門票㗎。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都快啲過嚟呢度咧去打卡啦。咁中意我影片嘅朋友咧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嘅影片啦 ，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記住撳埋隔離嘅鐘仔啦。咁以後有新片就第一時間通知你，仲要記得咧 follow 我嘅 IG，like 埋我嘅 Facebook。咁我哋下集山係咁行再見啦，拜拜。